網絡瘋傳嘅平價鍋物六扇門終於喺台北開第2間分店啦，越開越多，我哋就知道佢生意有幾好。喺台灣，一人火鍋又叫做小火鍋。佢用平民價錢吸引顧客，一鍋最低170蚊起，就可以享用豐富自助吧、滷肉飯任食、王子麵、細冬粉，類似我哋嘅粉絲都係任攞。自助飲品有白葡萄果醋、雪梨茶、蜂蜜綠茶同檸檬茶、汽水、熱朱古力奶茶咖啡。我嗌咗170蚊嘅沙茶鍋，豬肉片好新鮮，側邊仲有好多蔬菜同埋其他配料。醬料區有各式各樣嘅醬料，我覺得最特別就係有花生粉，鍾意食蔥嘅朋友仲有無限量嘅蔥。雖然係平民價錢，但係肉片好大塊，肉質嫩滑。日式魚蛋，台灣人叫做魚蛋。滷肉飯有驚喜，滷汁香得嚟唔油膩。呢度嘅滷汁實在太好味啦！我仲自製咗滷肉米粉。原來沙茶鍋只係加咗啲沙茶醬落去，其實自己整都得。加咗沙茶醬反而整到成個鍋肥騰騰。甜品方面有焦糖爆谷任食，喺台灣爆谷叫做爆米花。4款雪糕同埋甜筒，竟然仲有泰式奶茶味軟雪糕。喺台灣軟雪糕叫做雙麒麟。六扇門嘅招牌六扇分別係川味麻辣鍋、韓式泡菜鍋、招心龍奶鍋、香濃牛奶鍋、泰式酸辣鍋同埋十全藥膳鍋。想食特色啲嘅，仲可以叫66酸菜魚鍋。麻辣鍋加牛奶係近期喺台灣好 hit 嘅組合。六扇門分店多，價錢實惠，趁佢仲未加價，推薦大家嚟台灣試下。大家想唔想試下招牌六扇呢？定係想試下小紅番茄鍋？想食邊樣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即刻帶大家食。我係 Faith，追蹤我，繼續同大家食盡台灣美食。